Welcome to this short educational film. 歡迎收睇呢部短片，佢係關於照顧者同老年人出院嘅情況。佢提供咗有關準備出院回家同埋出院之後喺屋企嘅信息同埋提示。短片係為照顧者同老年人編寫嘅，佢包括一個家庭會議。家庭會議並唔會時時發生，但有時喺康復病房嘅時候可能會發生。我哋希望你能夠由呢部短片中有所收益。大家好，我叫陳曼妮，我嘅屋企人而家喺醫院，即將會好快返屋企。照顧者係指喺屋企冇受薪去幫助長者嘅人，通常都係親戚同埋朋友。由醫院返屋企嘅過程可能會好緊張，做好咗準備，返屋企就可以幫長者同埋照顧者放心啲，因為可以預料會發生乜嘢事。幫助長者返屋企嘅過程可能會出現各種嘅困難，特別係第一次，佢哋嘅護理需要可能會同以前好唔同，可能需要更多嘅幫助。你可能唔知點做，或者點樣喺屋企獲得後續支援。你可能以為自己有能力代表晒成個家庭照顧長者嘅一切需要，特別係亞洲人嘅文化。可能唔想麻煩其他人，我以前都以為我一個人可以好方便照顧，可以照顧好家人。但後來我又諗到，如果可以有人幫手，點解唔試下呢？所以我就打電話去 MyAgeCare， 我得到好大程度嘅支援，特別係而家阿姨需要坐輪椅，真係好有幫助。每朝早都有人嚟幫手照顧阿姨，1個鐘頭對我嚟講係好重要，充分做好準備好重要，而喺醫院就應該開始做好準備嘅工作。溫馨提示：照顧者可以喺長者入院後，盡早同醫院職員討論出院嘅安排，離開醫院前先安排好屋企一切所需，因為返到屋企再揾社區支援跟進服務可能會比較困難。照顧者可以喺 Carer Gateway 獲取照顧者支援。對於非英語為母語嘅照顧者嚟講，翻譯員就係醫護人員同病人之間嘅橋樑。你可以親自向醫生、護士、社工或者其他工作人員要求翻譯員服務，或者透過電話翻譯幫你提問，為出院做好準備。使用回家準備清單可以幫助照顧者喺準備帶病人返屋企嘅時候，確保冇做漏任何嘢。照顧者可以同長者一齊填寫清單，亦都可以揾醫院嘅職員一齊幫下手。照顧者可以喺醫院度揾到關於準備由醫院返屋企嘅小冊子，入面就有呢份清單。而呢本小冊子仲有唔少其他對照顧者有用嘅資料。照顧者支持對於長者出院返屋企係非常重要嘅。
對於出院返屋企制定計劃以及安全咁喺屋企生活，亦都係非常重要嘅。口譯員可以幫助溝通，口譯員可以通過電話或者面對面嘅方式進行傳譯。長者嘅照顧者同埋屋企人喺準備長者出院返屋企嘅過程中，可以向我哋尋求建議，我哋可以提供相關嘅資訊。有需要時，我哋都可以向其他嘅醫療專業人士尋求幫助。醫生希望了解照顧者喺屋企如何支持長者，醫生會向照顧者作出詢問，以此了解佢哋嘅需求，以及制定一個更好嘅出院回家計劃。護士會幫助長者同佢哋嘅照顧者安全咁出院返屋企。護士會幫助佢哋聯繫其他專業醫療健康專業人士嚟制定好嘅計劃。護士亦都會對長者喺屋企需要繼續嘅照顧護理進行必要嘅健康科普。你對於出院返屋企仲有冇任何嘅問題或者擔憂？我唔知應該點樣幫媽咪沖涼。我同埋都需要外出購物同埋清潔屋企嘅幫助。shopping, this kind of stuff. Well, our occupation. 職業治療師可以向你展示點樣可以安全咁幫助媽媽沖涼。我可以幫你通過 My Aged Care 我的養老服務嚟獲得居家幫助。As well, if you're interested. 職業治療師會幫助長者安全咁出院回家。我哋會幫助你計劃有可能可以幫助長者更輕鬆咁喺屋企生活嘅設備同儀器。我哋可以幫助你學習如何咁喺屋企安全咁移動，以及安全咁進行日常生活，例如沖涼同煮飯。社工嘅工作就好似一道橋樑，社工可以幫助照顧者了解各種可行嘅方案，例如護理院暫住同復健護理。社工可以同其他相關嘅聯合醫療專業人員跟進，同埋解釋點樣喺屋企獲得更多嘅資源。照顧者可以向社工詢問有關交通服務，以幫助長者返屋企。照顧者可以詢問有關進行老年護理評估嘅資訊，同埋政府通過 My Aged Care 我的養老服務提供嘅服務資源，例如喺各種聯合醫療健康服務同長者居家服務計劃。出院前務必要向醫院醫生索取家庭醫生轉介信，呢封信好重要，可以向家庭醫生解釋病人嘅狀況。轉介信內容可能會由安排出院嘅職員或醫生委託嘅代表進行解釋。長者可能會使用新藥物，病人喺醫院逗留期間，藥物可能會有所改變。出院時，醫院會提供1到2日嘅藥物。之後，如果需要更多藥物，照顧者同長者需要安排睇家庭醫生。照顧者同長者可以要求將藥物放入分劑量嘅小盒裏邊，咁樣會讓喺屋企嘅生活變得更加方便。照顧者同長者可以要求索取藥盒。阿姨出院嘅時候，醫院就將早午晚所有嘅藥物都放喺一個藥盒入邊，而且包裝上面有列明所有藥物嘅資料。我覺得咁樣真係唔錯。以前我哋需要咧就攞一個細盒，倒啲藥落去，再攞俾阿姨。而家我就一路用同一間藥房嘅藥盒，真係好方便，少咗好多麻煩，唔使頭痛。就近嘅藥房就可以提供特別嘅服務，每個禮拜將藥盒送到去長者嘅屋企。照顧者喺照顧長者嘅時候可能會受傷，
如果你需要扶長者上床或者去廁所，請向醫院嘅物理治療師同職業治療師請教點樣可以安全咁做呢啲動作。如果你需要設備嚟幫助升高長者，亦都可以向物理治療師同埋職業治療師請教點樣安全咁使用呢啲相關設備。溫馨提示 ，Caregiving 上面有好多關於照顧者預防受傷嘅資訊，你可以向社工同埋 MyAgeCare 詢問有關暫時照顧服務，包括居家暫時照顧，可以幫助照顧者有時間出外照顧自己。長者出院前，請必須事先準備好以下資料。照顧者可以喺清單上揾到重要聯繫人資料同電話號碼，確認喺醫院嘅後續預約，登入 MyAgeCare 我的養老服務獲取家中資源，同家庭醫生討論出院後喺屋企所需嘅事宜，同埋非工作時間嘅緊急家庭醫生服務。登入 Care Gateway 獲取照顧者資源。After Hours Help 非工作時間服務，如需救護車服務或緊急醫療服務，請撥打000。如需註冊護士嘅醫療建議，請撥打1800-022-222。做好照顧嘅準備。網站：老齡化多元文化中心。老年人倡議網絡：1800-700-600。